大家好，今日我呢要介紹翻6隻嘅手錶啊，都比較抵玩啲嘅，同埋都比較有2000年咁上下啦，係啦，咁都係銀白色嘅錶面嘅。呢啲錶其實就要品牌有品牌，要故事有故事啊，亦都係價錢非常之落後個市場嘅。咁有 IWC 啦，有肖邦，有積家，有咪寶珀嘅，同埋 Grasuti Original 嘅。咁啊，中意朋友 WhatsApp 我呢個阿 Lam 啦。咁當然都歡迎換下錶，換錶嘅朋友隨時你有啲，譬如戴染咗啲運動錶啦、帝陀嘅 Back Bay 嗰啲啦，可以同我換翻呢啲少少正裝錶嘅，亦都係呢啲錶都係 OK 嘅，都中性 size，男女戴得非常之優雅，亦都好高貴嘅。好啦，咁首先介紹第一隻啦，積家嘅，咁就 Master Control 140.8.38.S 啊。一個就大約就2000年咁長嘅產物啦，37mm 錶徑啊，一個小丑嘅錶面啦。小丑錶面你見到1個、2個、3個好似隻小丑嗰塊面咁樣啦，一個就三角形長尖嘅刻度，咁啊當然都係銀色嘅。12點位用上阿拉伯數目字，咁啊當然個儲能啊 Power Reserve 喺呢個9至11點位嘅，一個三角形嘅線形嘅視窗。咁另外啊一個就好似太陽咁樣啦，亦都仲凹咗落去嘅。指針日曆啊，今日指住27號，咁當然佢有個小秒針啦，小秒針係6點位嘅，有個十字嘅，咁當然都做到好立體，凹咗入去嘅，咁成隻錶佈局都好經典，咁之後都好多品牌都有出咗呢啲咁嘅錶面嘅手錶啦，咁呢個叫小丑面啦，一個拋光淡黃嘅錶圈，拋光拉絲拋光淡黃錶殼啦，頭戴設計一個就積家嘅自家機芯嚟嘅，咁啊呢個就K 金妥嚟嘅，咁呢踏板度設計得非常之靚，咁當然冇鎖把啦，後面就4粒螺絲係固定嘅，代用嘅錶帶，咁啊代用扣啊，其實你可以自己上網配一個就類似有2個 J 字嘅扣啦，都係非常之似嘅，當然配翻啲唔同嘅皮帶，唔同感覺，咁呢個錶就單錶一隻嘅，咁啊冇證啊，代用扣非常之抵玩啦，上手非常之優雅，亦都係非常之靚，有功能嘅，亦都有品牌。單錶一隻嘅，咁啊26,000蚊，係啦，歡迎換下錶，有咩帝陀戴染咗，同阿靚換錶，係啦，咁啊多隨少補啦，當然就係咁啊下一隻 Blancpain 嘅 Relax 嘅，咁呢個錶其實都係非常之抵玩啦，又係 Relax Ultra Thin，咁啊6223，一個就白色嘅錶面，羅馬數目字啊，立體嘅。經典嘅呢個大3針日曆，咁啊啲銀色嘅針啦，而家少大3針喐緊嘅，咁另外日曆開咗個窗啦，喺呢個就3點位，跟住佢都其實簡潔得嚟都有啲層次感，呢度係一個圓圈啦，好似有好立體嘅，呢個中間又突咗上嚟，簡單設計，白色錶面，咁啊寶珀用呢個黑色嘅字啊，寶珀 logo 加埋個字12點位。下面 Automatic 用料草嘅寶珀嘅經典，一個 Step Bezel 1級以上嘅錶圈，係啦，寶珀嘥咗個框啦，一個 JB 咁嘅字啦，物底設計啦，自動機芯嚟嘅，使用過痕跡啦，代用嘅錶帶原裝寶珀針扣啦，咁啊37至37.5mm 咁上下啦，上手依然都係亮麗嘅，嗱上手非常之靚啦，咁當然男女士都戴得。你配個第二個錶帶就更加就特別啦，大象灰或者其他就淺灰色啦，係啦，因為我就配晒黑色就比較大家容易接受啲啦，因為有啲人唔中意啲比較鮮色啲錶帶啦，不過而家我覺得呢啲配鮮色錶帶冇個魚皮更加靚啦，2萬蚊嘅寶珀，下一隻亦都係寶珀嘅，咁呢個 Lehman 嘅 Deal Time 咁啊日夜顯示。38mm 錶徑啦，咁呢個錶就使用嘅痕跡啦，都係一個就銀白色錶面立體嘅時錶啊，咁當然有點有夜光嘅，你見佢就啲佈局都係幾特別嘅，因為佢有功能啦，其中小秒針啊，係呢個6點位嘅，日曆開咗個窗啦，白底黑字啦，係有3點位，亦都方便容易閲讀嘅，咁當然呢個9點位呢個位啦，一個就日夜顯示嘅，日頭夜晚啦，又係俾第二個時區顯示，咁呢個就12點位呢個啦。你見一個小嘅盤啦，咁就做立體粒咗入去嘅，咁當然佢係第二個時區啦，一個 skeleton 嘅針，尖頭3個有認角，因為佢係行緊時唔想遮住啲盤啦，所以做到 skeleton 嘅，一個都係 step 嘅 bezel 啦，係啦，咁呢個寶珀側邊個字亦都寶珀嘅特色嚟嘅，咁當然嘥咗個框啦，呢個有鎖把嘅，咁呢度有少少 protector 啦，類似當佢係一個就
物底設計啊，呢個 Leman 嘅系列啦，後面多數係咁樣嘅，呢件螺絲底嚟嘅，係啦，咁啊 serial number 啦，代用嘅錶帶，呢個代用錶帶嚟嘅，係啦，咁啊原裝一個就接扣嚟嘅，呢個舊款接扣啦，因為呢啲都係大約零幾年、10年咁上下啦，咁啊上手先，上手都係非常之唔錯，38mm 亦都係恰到好處，咁啊中性 size，男女士戴都啱啊，又係咁講啦，配個第二條錶帶，另一個味道，黑色有比較傳統啲啦。29,000蚊嘅 Leman 係啦，亦都係呢非常抵玩，因為幾年啦，到價錢都冇升過，甚至跌價啦。呢啲錶我覺得平過10年前啦，係啦，當然定價就貴啦。品牌都相當之唔錯嘅，咁啊下一隻 IWC 嘅 Portofino 嘅 IW35303，一隻就40mm 錶面，呢個就純粹真係銀色啦，銀色錶面啦，咁啊立體嘅呢個金色嘅時錶。大3針日曆嘅，咁啊金色嘅針配翻金色嘅時錶，咁啊日曆開咗窗做喺2點位，白底黑字，亦都係做到幾靚嘅，因為都好容易閱讀，因為有啲人做咗日曆窗其實好難閱讀嘅，咁呢隻錶就簡約設計，跑鋼淡幕，個殼比較做得圓啲，因為 Portofino 比較 dress 嘅 watch 嚟嘅，咁啊個錶椅啊，錶椅專登做得幼啲嘅，咁襯上嚟更加優雅啦，跑鋼淡幕，IWC嘥咗框，當然都冇鎖把，咁啊自動機芯嚟嘅。代用嘅錶帶，咁啊原裝接扣啦，配上個接扣都幾唔錯，幾優雅，幾古典下嘅。咁啊單錶一隻得，呢個冇冚冇剩啦。咁啊上一上手先，上手當然都係靚仔嘅。40mm 亦都係中意大錶朋友，呢個錶就絕對啱你，因為正裝錶40mm其實算大㗎啦。15,000有咩帝陀嘅呢個 back 杯大厭咗，唔想戴或者就閒置咗，同阿 Lam 交換下錶啦，換翻隻新款先，另一個感覺啦，係啦，咁玩錶就係咁樣，感覺非常之重要嘅。下一隻啦，曹帕肖邦呢隻中古啦，90年代嘅產物啦，計時日曆嘅，咁啊一個都設計好特別，而家你見唔到肖邦咁嘅款。呢隻錶就介乎呢個就正裝同運動錶之間啦，白色嘅錶面，立體時錶。呢個小秒針啊，佢係做咗係呢個就12點位嘅，因為呢個就唔知咩機芯嚟㗎。就唔係 ETA 嘅，因為嗰個日曆啊，放大鏡係多咗，放大鏡係喺呢個3點位嘅，所以就設計上我覺得好特別啦。咁另外呢個計時圈啦，6同埋呢個9啦，係啦。咁當然呢個圈啦，錶圈就點解我嘅運動錶意思好似啲爬山褲咁啦，無端端整個咁樣有刻度嘅圈啊，60分鐘，呢就5分鐘啊，5至到60啦，每分鐘刻度呢個就入啤數啦，都做到比較運動少少。咁啊蘑菇嘅計時的啦，你見呢兩粒蘑菇計時的2點位就啟動，4點位就 reset， 係啦。咁呢個亦都有護橋嘅，所以有滑少少運動錶嘅感覺啦。咁呢度亦都有熒光嘅針啦，係啦。咁就側邊就跑鋼淡幕，物底設計，後面就8粒螺絲固定佢，係啦。肖邦亦都係設計好唔錯，因為肖邦都比較少運動錶，除咗聖摩羅斯嗰段時間。咁呢邊我諗係一個就平替品啦，對聖摩羅斯，因為佢就介乎兩者之間，運動正裝之間啦。一個就原裝嘅呢個 C 字嘅針扣啦，咁啊代用嘅錶帶，呢個錶帶就列黑色配上呢個米色線啦。咁啊上手先，係啦，上手先啦。咁我參考編號就8167啦，大家陣可以睇一睇啦。上手非常之唔錯，37蚊亦都係非常之一個完美尺寸嚟嘅，係啦，亦都女士中意大錶嗰啲錶其實都啱你嘅。咁就21,000蚊啦。肖邦其實珠寶品牌好出名啦，咁當然佢啲錶都唔平嘅。咁而家21,000蚊有隻咁靚嘅手錶，絕對係抵玩嘅，性價比10分之高啦。下一隻格拉蘇鐵我會進路啊，格拉蘇係原創啦，咁就白色嘅錶面啦，亦都係經典設計，2000幾年嘅產物啦，立體嘅時錶，咁啊有功能嘅月相啦，月相係呢個9至11點位嘅。見到個月亮都立體嘅，藍色同埋金地色啦。咁啊日曆啦，日曆係做喺呢個4點位嘅。咁啊雙視窗日曆你見到就21號兩個視窗疊埋就有個日曆啦。咁啊德國錶都係咁啦，格拉蘇蒂喺呢6點位啦，銀色時錶啊，呢個雙支嘅呢個秒針啦，一個就拋光打網嘅錶殼啦。咁啊亦都係2級以上嘅啤數藍寶石水晶玻璃，一個就呢個亦都係比較闊啲粗啲嘅，呢個就錶椅嘅，另外錶椅就好似一個少少梯形咁樣啦。咁側邊有啲快調掣，呢個快調掣調呢個就日曆嘅，呢個月相嘅，
係啦，咁啊39mm 嘅標徑啦，亦都係一個都幾黃金尺寸啦，雙 G 嘅 logo 啦，係啦，咁啊呢個頭底設計啦，咁有晒德國嘅特色啦，雙 G 嘅呢個自動舵，茄金嘅呢個邊啦，係啦，咁啊4分心夾板啦，係啦，黃金套筒啊，係啦，都係齊嘅，非常之靚啦個機身係咪？代用嘅錶帶，咁啊原裝嘅雙 G 個針扣啦，係啊，上一上手先，係啦，呢隻錶就同啲偏心有少少唔同，因為嗰啲偏心族咧，有啲人未必中意嘅，咁未必中意就又想用買 Galasuti 嘅，咁啊呢隻錶絕對啱你。39mm 亦都係唔係特別大隻啦，係啦，亦都係舊款嘅 GO 嘅特色啦，個月相都好靚嘅，係啦，頭底設計，咁我大家睇下參考片啦啊，一係份3941呢個啦，係啦，第日曆月相31,000蚊嘅。好啦，咁啊6隻手錶就介紹完啦，咁啊中意朋友去 WhatsApp 我咧，歡迎換錶嘅，有咩閒置手錶就可以推過嚟啦。咁啊今日特別推介我話靚呢隻啦，咁啊戴喺手啦，呢隻就G 拍嘅法拉利聯乘啦，係紅色錶面啦，由介紹先。呢個就彩色錶面都而家非常之流行啊，紅色啊、藍色啊、綠色啊，紅色其中就非常之流行。你見勞力士5星戰隊嗰啲越炒越貴啦。咁呢隻錶有38mm啊，一個計時嘅小秒針喺呢個3點位，另外兩個計時圈啦，一個碼啦，係啦，一向 G 拍當年嘅設計，90年代產物啦，乃士淡磨錶圈，呢度就另外一個細嘅比較幼啲嘅錶圈啦，咁比較粗長嘅錶耳啦，咁啊側邊就拋光淡磨。物底設計啦，後面有個法拉利 logo 啦，咁呢個參考編號啊，睇唔到添呢個8020嘅參考編號，38mm計時啦，G 拍嘥咗個框，代用錶帶原裝 G 拍個扣啊，上手啲都唔錯嘅，38mm啊，我阿 Lam 就最近都戴翻呢啲錶啊，因為夏天將到啦，但係好似紅色錶面非常之靚，G 拍絕對唔失禮你啊，加埋聯乘法拉利啊，咁啊更加靚啦，加上紅色錶面好出眾啦。咁當然你配緊條紅色錶帶，完全係啱晒夏天嘅感覺啦。好啦，呢隻錶就單錶一隻嘅，咁啊14,000蚊嘅。中意朋友 WhatsApp 我阿 Lam 啦，係啦。咁 total 就7隻錶啦，咁啊睇下中意邊隻啦。多謝各位。